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我是命妹。今天的影片呢，我来到了台南，而且这次呢是我第一次来到台南，所以呢我整个超级期待这次的旅行。而且呢，大家看我后面的这个背景，整个超级复古，超漂亮，对不对？我等一下呢来详细的跟大家介绍。那首先呢，大家看我这个人有没有变吗？没错，我前2天呢去剪头发，就是为了这次台南的旅程。那我今天呢在台南住的旅馆呢叫做 UIJ Hotel and Hostel 友爱街旅馆。那友爱街旅馆是一座设计旅店与青年旅社的跨界混合旅馆，位于台南市文史风华最密集的市区中心。现在呢，我来到了这么漂亮的一个旅馆，就是该拍一个 room tour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边的话就是我房间进来的门，这个也是木头的耶，大家闻一下。一进来之后，右手边就是我们的卫浴室，然后这边就有浴缸，这边的话就可以洗澡。Aesop 沐浴系列的话就在这边。Aesop 沐浴系列其实他们第一次跟旅馆合作就是我们的友爱街旅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我们卫浴室呢就可以把这个门这样就可以关起来。那我们的这个友爱街旅馆呢，它的拖鞋是这种皮的耶，大家看，就是一般去那种民宿的时候，他们的拖鞋都是那种比较一般般的那种拖鞋嘛。然后呢，我来到友爱街旅馆，第一次看到旅馆有这种皮拖鞋，我觉得超酷的。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主要的房间。Oh my god！ 我真的超爱这个房间，我真的超想要把这个整个都变成我的家。这边的就是红砖墙，这种红砖墙一般都是在外面才会看得到吧，大家，超酷的。然后呢，这边就是阅读的灯，我觉得整个设计超有质感的。然后呢，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窗帘拉开。之后呢，就是整个看得到台南市啊。对了，然后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超酷的东西呢，这个黑胶唱片，我真的人生第一次用这种黑胶唱片呢，大家，我觉得超酷的。用它其实非常的方便，因为他们都有写，就是这边使用说明书都非常的清楚。在这边就是给我们提供了就是2种唱片，假设把这2种听完的话呢，就可以去楼下换成不同的唱片，这样子就可以听到超多的音乐，我觉得超棒的。我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床呢是特大床诶，大家，我昨天在这边就是在中间自己睡觉，这样超舒服的。而且软度跟硬度我觉得刚刚好，对，偏软，然后蛮舒服的。因为来到这种旅馆就是要放轻松嘛，对不对？大家这边就是有一个书桌，可以坐在这边吃饭啊，或是坐在这边看看外面的风景啦，哦，舒服到100分。对，这边又有一个座位可以坐着，那这边坐的话就是可以边听我们的唱片。大家，我现在呢来到了这个海岸路艺术街，这边也太酷了吧，各位！哇，好漂亮！而且给大家看，连这个椅子都是这个样子哎，超酷的，坐下来就会这个感觉，好酷哦！我好喜欢台南哦。这个就是海岸路艺术街。好，快不行了，刚刚太嗨了，大家。好，那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吧。那我们现在呢来吃这个林家白糖锅，感觉超好吃的。深色的就是番薯碰，白色的才是白糖锅，对，超级期待。它是汤
耶！哇，好特别哦！它里面的这个东西就是软软的那种，好酷哦，好喜欢。这个热腾腾的真的超好吃。给大家看这个呢，就是番薯碰，好可爱哟、哦！而且呢，这个3颗30块，超便宜的，我觉得。咦，好吃哎，大家！它有就是蛮浓浓的那种地瓜味道，好喜欢哦，超赞！最后一颗，给大家看这个就是鱼缸。那我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今天其实吃的这个全部的美食呢，都是我的观众朋友们给我推荐的，感谢你们！噔噔噔噔，下一个呢就是我刚刚从那个春德卷买的春卷，这个呢是一个甜的，然后又咸的一个东西，超酷的。吃这个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又吃面包还是吃咸的那种东西，就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感觉，好神奇哦，这个。我现在呢来到了神农街，我刚刚就是 Google 一下这个神农街的稍微就是它的历史，经过100年的演变，原本的河港现在成为了都市里的道路。哇，我觉得好特别哦！近几年成为了这个文创艺术的集散地。现在呢，来到了我的旅馆。今天要做的呢，就是903。好，那我们就马上进去吧。好，大家，我现在呢来到了友爱街旅馆的3楼的公共空间。那这边就是露台，那这边就是可以坐着聊聊天啦，或是看看夕阳啊，或是喝喝啤酒啊之类的，真的是超级舒服。而且这边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把那个灯打开，超级无敌美。那在3楼的这个公共空间，除了这个露台之外呢，也有共享厨房。那这边就是大家从那个附近的友爱市场买菜啊，然后带回来在这边煮菜这样子。那除了共享厨房之外呢，也有就是你好沙龙。那大家就是在那边坐着，就是用笔电工作啦，或是跟朋友聊天呢，或是坐在那边喝咖啡啊之类的，超棒的。那3楼跟4楼的话，其实就是背包客房，然后就是5楼到9楼的话呢，就是客房。大家，我现在呢来到了我们旅馆的电梯里面，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好开心。那我们现在呢要跟我一起去吃晚餐吧，1楼到了。好，大家，我们现在呢来吃吃看这个是鳝鱼。现在来到了台南美术馆，天哪！我觉得这个建筑物真的是好壮观哦，我好喜欢台南哦。这次的旅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旅行。我觉得在台南，就是我觉得台南的蛮多东西都是跟艺术有关的，像是这边美术馆啊，然后艺术街之类的。好，大家，我现在呢终于回到我的旅馆。晚上超美的，然后呢，我的房间呢在9楼，就是非常的上面，超棒的。我们这个友爱街旅馆的附近其实真的是超级安静。3楼的这个露台还在亮，好，
那我们就跟我一起上去吧。我刚刚呢买完晚餐回到家里了，然后呢，这个就是我刚刚买的那个鳝鱼面。这个鳝鱼面也是呢我频道的观众朋友给我推荐的，非常的感谢。刚刚我已经内用，然后就是它的一半我其实已经吃掉了。我今天吃的其实全部的东西都是我第一次吃诶，我觉得台南的美食其实蛮丰富的。那我们来吃这个。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我们旅馆的水，然后呢，这个一瓶的话就是1公升的水。大家看，水都已经喝完了，那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就直接打电话给柜台就好了。那我们现在马上打电话吧。阿伟你好，那个可以帮我送过来1瓶水吗？哦，好，谢谢。哦，一般的水就好了。好，好，谢谢，拜拜。就是这么简单的，大家，他们的服务真的是好到不行。我刚刚打电话的那个服务台的那边的人，哦，没问题，我马上送过来，没问题。气泡水还是一般的水呢？然后我就跟他说，哦，一般的水。然后他就说，哦，好，没问题，马上送过来。对，服务就是这么赞。这个旅馆就是比其他的旅馆，我觉得一个特点就是来到这个旅馆的话，很香。对，就是很香，不管是从大门一进来，或是来到房间，都会闻得到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香味。对，我觉得这个很赞的，就是我刚刚就是一直走嘛，然后就很累，然后从那个大门一进来的时候，就闻得到一个就是很舒服的那种香味，然后就觉得心情好好，刚刚累的那个心情已经不见了的那种感觉。门铃来了。哦，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咦，拿到水了，大家。好，我先关门。好，大家，我刚刚打完电话，过了好像30秒吧，过了不到1分钟吧，大家，他马上就送过来1瓶水。我觉得这个服务真的是超赞的。这个是玻璃耶，大家。大家早安，今天呢是我在台南的第2天，然后呢我刚刚起来，然后洗完澡，我现在呢就来吹我的头发吧。大家对我的这个新的发型打几分呢？可以留言告诉我哦。吹完头发了，有爱姐旅馆，我的房间呢有一个这么可爱的一个冰箱，这个冰箱里面呢就有2瓶的气泡水也可以使用的。然后呢，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超可爱的包包，后面就写 UIJ， 超可爱的。然后它里面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shower cap。梳子、牙刷跟牙膏、刮胡刀、高拉力线。我觉得它的这个马桶很酷，就是它就是做起来，就是它的马桶是热的耶，大家。我以前就是去那种民宿嘛，然后呢，是用他们的洗发乳洗身体乳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洗完头发之后，就是头发变得超硬的。可是呢，我这次呢来到有爱姐旅馆，就是用他们的Aesop沐浴系列产品。我今天呢，我的整个头发，然后皮肤什么的，真的变得超软的，就是超滋润，就是充分保湿的那种感觉。好，大家，那我们现在呢去楼下吃早餐吧。现在呢，来到1楼，然后就是准备要吃早餐。我刚刚的吃完早餐，现在回来房间里。那我觉得有爱姐旅馆的早餐超丰富的，就是呢有6种不同的早餐可以做选择。然后像是我今天选的呢，就是总会套餐。像是还有比较想要吃台式的那种早餐的话，是木鱼汤。然后比较想要吃日式的话，有鲑鱼饭团啦，或是比较想要吃健康一点的话，有就是苏菲鸡胸沙拉等等，就是超多选择的。那我就现在跟我的房间说拜拜了，希望下次也会来到这么漂亮的一个旅馆。好，拜拜，下次见，拜拜。
巧遇我们的 Apple 姐。上次我们在屏东那个卫浴食品店，东港，对，东港。我们有访问，然后今天就是刚好遇到，然后这边是红豆薏仁，谢谢。好，大家，我今天呢在骑这个 T bike， 然后呢，我现在呢要去奇美博物馆的路上。哇，我后面的这边都是树哎，大家，呜呼，好开心！他是个年轻人，所以有很多梦想。他是个发明家，在等待他的梦工厂。他不是英雄，但需要朋友帮衬他想要我的宝石。大家，我现在来到了奇美博物馆，超美的。那奇美博物馆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要来的地方，我今天终于来到了，非常的开心。我现在呢坐在我们有埃及旅馆的这边的露台，等一下有一个接走的行程，叫做就是小管家带路。我现在其实非常的期待去参加那个行程，因为我觉得当地人来带我去台南的一些比较在地人才会知道的地方的话呢，就是让我会更多的认识台南。好，那我们就出发吧。我超会怀念这个地方的。大家来到台南的话呢，真的超级推荐这间旅馆，超美的。好漂亮！以前友爱街是舶来品街，卖很多外国进口的商品，因为附近就是港口。安平以前其实跟台南没有连在一起，是中间还有一个台江内海，所以有很多的港口啊。开港通商之后，会有很多舶来品进来，在友爱街这边贩售。那友爱街有很多电影院，所以会有很多年轻人聚集在这里。好，大家，我从台南回来了。那我这次呢，台南的这个2天1夜的旅行，从住宿到美食，我觉得真的好幸福。那首先呢，住了一间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的注重环保的一间旅馆，就是友爱街旅馆。与众不同的文青风格设计，优雅且舒适的住宿空间，给了我全新的台南住宿体验。那其次的话呢，吃了这个大家推荐的台南美食，而且呢还去了我一直都很想去的这个奇美博物馆。好，那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这部影片。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记得分享哦。好，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吧，拜拜。